大家好，歡迎各位獵人返嚟我嘅頻道，我係彈丸。呢條影片要為大家介紹新突變魔物嘅武器和配裝，包括抱狐龍。首先第一把要同大家推薦嘅就係我最中意嘅輕弩。輕弩嘅風格我會選擇箭步射擊，配合迴避裝填就可以不斷使用斬裂彈進行攻擊，搭配斬裂彈強化提升傷害。下一把就係能夠兼備攻守嘅長槍。長槍嘅風格我會選擇精準防禦，喺裝備搭配上會選擇屹立不倒以及水屬性攻擊境界，作為主要增傷手段，再搭配其他技能提升傷害。下一把武器係出名有型嘅太刀。太刀嘅風格我會選擇圓風格或者氣刃無雙斬，同長槍嘅配裝一樣，但將屹立不倒轉成以牙還牙。下一把武器係充能斧，風格選擇劍強化，裝備嘅選擇上會帶屬性攻擊強化 SP 同水屬性攻擊強化境界，加上輕巧可以提升劍強化的某些動作的傷害。搭配耳塞是因為不想被斷掉攻擊動作。下一把武器係重弩，兩種風格都適合呢一把武器。首先係蹲伏射擊，用水屬性攻擊強化境界以及屬性攻擊強化提升整體傷害，再配合耳塞令你的射擊不會被打斷。然後就是防禦裝填，在技能搭配上選擇防禦性能以及屹立不倒，再搭配斬裂彈強化提升傷害。下一把武器係雙刀，風格選擇鬼人化，呢一套裝備傷害來自水屬性攻擊強化境界以及狀態異常。下一把武器係片手劍，風格選擇穿刺斬，技能搭配上選擇屬性攻擊強化以及水屬性攻擊強化境界，搭配輕巧和耳塞，使用穿刺攻擊時更有保障。下一把武器是弓箭，風格選擇鋼連射，技能選擇狀態異常和真本領提升傷害。下一把武器係大錘，風格選擇水面打擊，用水屬性攻擊強化境界，同以牙還牙作為主要輸出手段。下一把武器係狩獵笛，兩種風格也各有特色，裝備和上一套一樣，但把練成換成雙重打擊。下一把武器是斬擊斧，風格選擇屬性裝填反擊，技能搭配連擊境界同以牙還牙。下一把武器粗蟲棍，風格選擇粗蟲斬，裝備和上一套一樣。下一把武器係槍，風格可以選擇圓風格或者防禦裝填，技能選擇屹立不倒集中和炮術。下一把武器是大劍，風格選擇流水斬，技能選擇水屬性攻擊強化境界同勇猛以及速力大師。今日嘅裝備介紹就到呢度結束。如果大家有乜嘢好嘅提議，亦都歡迎喺留言區分享。祝各位獵人狩獵愉快，再見。